喂，阿迪哥，全部都係台灣翻嘅原版原漆餅簿卡件，使唔使1300蚊隻啊？我條蝦咩來賣1300蚊隻？你咪傷咗粉絲嗰粒火紅的心咯！屌！嘿，精神！今晚新翻嘅台灣全部係螃蟹啊，全部現版現貨。嗱，成箱唔係裝假狗，頭邊冇貨㗎，成箱全部係滿㗎啦，滿一箱。呢一隻咧就係257黑紅嘅螃蟹，全部係現版現色，過嚟睇睇質量啊，原版原色。如果你話黑紅佢裝得唔好睇，而且想低調啲嘅，你有冇辦法？有。深夜放毒啊！嗱，呢度又嚟黑紅嘅，你話比較顏色想低調啲嘅，有冇辦法搞啊？有，全部都係現版原色啊！做配件做得又辛苦，但係又冇可能開老虎，揾到嘅錢全部喺配件度，2件全部滿嘅嚇，唔係裝假狗，全部係滿嘅。咁呢一隻咧就叫灰銀，灰銀裝車好唔好睇啊？咁嗱，呢度有車裝咗上車啦，相當之 nice。點解入咁多貨啊？因為我哋支持住同行調貨，以及將啲靚價錢打低落嚟俾我哋嘅粉絲。